建筑公司基泰建设伫台北市基泰大地的建案地处附近的人家厝6月外出，到今日暗时6点为止，已经有201户464个人受安置。现场个咧继续管阿摩头州补强。台北市长邱万安表示，若做来环境变较安全，会分配予居民转来摕物件。基泰大地建案时间无细腻，爆发公安的事故，造成附近的徛街、大车道严重入不去，影响201户464人。水车甲灌浆车西到一直进行回天的作业，进度瓦群地面。台北市长邱万安再去到现场视察，指出徛街这种不再发生，唯一的情形，而车道也不再叮当。最快，我们也许今天下午，我们会安排让倾斜建物的25户住户来分批进来，拿取相关的物品。针对倾倒建物以外的相关住户，应该是明天或星期一的时候，就可以让住户来回家。那么起部分预计下晡会再回天，住户关心什么时阵会转去？副市长李树川指出，所内的每一间也有每一个楼梯来勘察，完成复电了后，上紧70-11，互门牌上好的住户能搬转来。也毋过入不去的徛街未来是速度继续大，协助抢救的台北市土木技术工会认为真无乐观。其实以目前现况我们没有，我还没有任何科学依据，只是目前以现况，它要居住是有困难，不会只有1楼不能住的。受灾户部分，蒋万安讲安排至少带旅馆到2里，休息安置到南港的社体。对建商处理的态度消极，而且挖落去的深度是11.95公尺，也无到市府规定12公尺爱审查的标准，被质疑是规避审查。蒋万安要求基泰建设负起责任。李副市长会和他们总经理在现场这边进行相关的沟通。我们希望让市民看到基泰建设负起责任的态度。蒋万安强调，后续成立调查小组，就损林勘检的机制，有机关检裁判争议，全面来检讨。另外，台地这块公安事故的地区地质不好，未来是不是划定真多敏感地区？台北市府讲，对着污侵落去的部分，会加强来监督。记者综合报道。